想等黃裝㗎嘛。Hello， 大家新年好，我係 Wing Wing， 已經斷更咗好多日啦，今日終於都更新啦，你哋有冇少少掛住我呢？ OK， 睇今日第一鋪，呢手牌到咗後面真係順到不得了啊！入隻5筒叫胡啦，好上加碰，靚啊！呢個時候我就考慮飛紅中定係吊鬼先，咁我就考慮先吊鬼，睇下有冇機會摸4紅中啊嘛。超順啊！入隻5索，咁肯定飛紅中啦，繼續吊鬼。如果再摸個2、5、8筒，我再飛一隻。2、4、6、8、10、12、13。嚟隻8索喎，咁就好難再飛咯。考慮咗一陣，都係算啦，唔飛啦。OK， 中9隻，double 即係18隻啦。第二鋪想玩同款紅中麻雀，可以點擊視頻左下角高高馬將。家鄉麻雀裏面嘅月桂面就有同款嘅玩法啦。有啊。想印嘅，唔使咁噶。沒有通感原來。我真的好廢打哇！OK， 罰咗我咁多張，叫胡啦，3、6索4、7萬。好，止咗佢。咁就換個1、4、7萬啦。喂，真係啊！OK， 1萬自摸，中5隻。誒，好彩我自摸先啫，唔係下家自摸啦。第3鋪。唔係㗎，嗰啲係傻嘅啫，有時打黑麻雀傻㗎。地胡啊，碰咗牌就冇用㗎啦，快啲打啲俾佢碰。好，揾個老闆先。誒，空降砍8筒返嚟喎，再靠張牌就可以叫胡啦。人哋話降牌降人哋嘅話咧，就等於啲牌係換咗啦，即係唔同咗啦。如果自己暗降爆咧就 OK，就係地胡，佢哋係咁講嘅。係，其實自己定嘅啫。阿黑台哥係咁講嘅，嗰陣時我哋唔知呢啲規矩㗎。黑台哥係咁講。你自己冇第一隻牌嘅話就當掉，因為你面冇個牌啊嘛。就算你俾人講，你跟住冇個牌，俾人講俾人睇。係啊，都係死喎，我覺得。好，點解乜求其4、7數俾你打閪晒？可以自己講嘅。不如自己講定。我哋自己呢一圍自己可以自己講定㗎。誒，又有個老闆喎，呢手牌算啦，降咗佢先。降完之後呢手牌基本就廢咗啦，不過唔緊要啊，起碼有6分打底啊嘛。仲有啊？頭先2個降都降唔出，而家係要咁樣揾啲嘢㗎啦。你講開咗字幕，仔，我未知你。一般俾人講咧都係要中獎㗎啦。哇，犀利喎！卡窿8萬放降買字幕，哇塞！點個關注再走啦。